昨透早5点多，伫咧花莲市区发生死亡车祸。一个77岁负责人伊骑车经过高菜市场要倒弯的时，却和一台警察车相撞，弄一个这负责人所飞出去，佮去弄到路边的家庭车，当场是无心跳，毋过送病院了后，也是救无倒来。 一台被倒弯的奥多拜驶一半了，停伫路口，等一台大卡车过了，伊也要过，所到后壁驶来警车相撞，弄击的力量真大。一位77岁姓钟的训练人碰背去弄到一台计程车，人抑搁掉伫咧车底，警车内的警察随落车要甲人救出来，其中一位警察的手抑搁互排气管烫着伤。尾也是果菜市场工作人员用拄高机甲计程车拖起来，才甲车底的训练人救出来。花莲警分局讲，这件严重的交通意外。 发生伫17透早5点40左右，警车沿花莲市中央路3段由北向南驶，县长的负责人骑奥多拜自北安路81巷出来了，伫路口等要驶去果菜市场方向，却伫相车路口甲警车相撞。现场骑士昏迷，员警于现场立即下车抢救机车骑士，在紧急徒手搬运机车时，手部严重烧烫伤。 随后将机车骑士送慈济医院救护。后续调查，双方均持有合格驾照，经酒测均无酒精反应。骑奥多拜训练人当场无喘气心跳，送病院了，不恢复性命健伤，但过尾也是救袂断。警方伫随后是派人去病院，关心受伤的人甲家属，提供相关协助。若车祸详细原因，也搁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